富二代到白宮話題王，特朗普嘅傳奇人生。如果要選一個全世界最搶鏡嘅政治人物，相信好多人第一時間都會想到特朗普。有人視佢為救國英雄，有人覺得佢係政治災難，有人認為佢係天才商人，亦有人認為佢只係最成功嘅真人 show 明星。但無論你喜唔喜歡特朗普，有一件事冇人可以否認，就係佢真係非常懂得引人注意。而呢位經常出現響新聞頭條、擁有標誌性金色頭髮嘅男人，到底係點樣由一個紐約地產富二代變成坐進白宮嘅美國總統？今日我哋就講下特朗普嗰個充滿戲劇性嘅人生。特朗普響1946年出生響美國嘅紐約皇后區。冇錯，佢並唔係由零開始創業嘅白手興家典範，因為佢老豆本身已經係一個非常成功嘅地產商。特朗普從小就住大屋、坐名車，生活比好多人想象中更加豪華。當其他小朋友仲響度煩惱緊零用錢嘅時候，小特朗普已經開始接觸佢嘅地產生意。不過，特朗普小時候並唔係一個乖學生。據講佢精力過剩，性格非常好勝，甚至有啲頑皮。於是佢老豆決定將佢送去軍事學校，希望可以改造一下呢位少爺。結果呢個安排居然非常適合特朗普，因為軍事學校講求嘅係競爭、紀律、排名，而特朗普最喜歡嘅正正就係贏。特朗普後來曾經講過一句非常出名嘅話：有時候輸家同贏家嘅分別只係在於邊個唔放棄。呢句話幾乎可以形容佢整個人生。佢年輕時讀書唔算最叻，但係佢非常識得包裝自己。後尾佢入咗賓夕法尼亞大學修讀商科，畢業之後佢正式加入佢老豆間公司。真正令特朗普開始成名嘅係佢決定進軍曼哈頓。1970年代嘅紐約其實治安並唔係咁好，好多地區甚至相當殘舊。特朗普卻響呢處睇到咗機會。佢認為只要重新發展豪華物業，就可以吸引大量有錢人。於是佢開始建立屬於自己嘅特朗普品牌。最著名嘅就係特朗普大廈。呢座金光閃閃嘅大樓幾乎完美代表咗特朗普嘅風格，高調、豪華、誇張，永遠要最搶眼。如果一般富豪嘅風格係低調內斂，咁特朗普就好似一個攞住擴音器嘅人，不停話俾全世界知，你睇下我幾咁成功。而事實上，佢真係成功吸引咗全球注意。好多人以為特朗普只係一個地產商人，其實佢真正厲害嘅地方係將自己變成一個品牌。佢唔單止係賣樓，佢賣嘅係特朗普呢個名。酒店、賭場、高爾夫球場、真人 show， 甚至領呔、礦泉水，幾乎乜都可以印上Trump呢個英文字。最經典嘅例子就係真人 show 節目《飛黃騰達》。響節目裏，特朗普坐響辦公室中，用霸氣嘅語氣對參賽者講 ：You are fired。中文意思就係你被炒魷魚了。呢句說話後來紅遍全球，而特朗普亦正式由地產富豪變成流行文化人物。好多年輕人可能未必懂政治，但一定見過特朗普嘅表情包。不過，特朗普嘅人生並唔係一帆風順。1980至90年代，佢大舉擴張賭場同酒店生意，但係由於借貸太多，加上經濟環境轉差，佢嘅公司曾經陷入嚴重嘅財務危機，甚至差啲破產。外界當時普遍認為特朗普完了，但係神奇嘅係，佢居然又翻到身。而且每次出現危機時，特朗普都有一種奇怪能力，
佢總可以令到媒體繼續討論佢。某程度上，佢甚至比好多明星更懂操作新聞。有人曾經形容，特朗普最大嘅資產唔係佢嘅物業，而係佢嘅曝光率。呢句話其實幾有道理。2015年，特朗普宣布參選美國總統，當時好多人都以為呢個係咪宣傳嚟㗎？甚至連唔少共和黨人都覺得佢唔可能會成功，因為特朗普同傳統政客完全唔同。一般政客講嘢會好小心，但係特朗普經常諗到乜就講乜，有時候甚至令人目定口呆。但係問題嚟了，原來好多普通嘅美國人居然好鍾意呢種風格，因為佢哋覺得至少呢個人唔似一般政客咁假。於是特朗普成功吸引咗大量支持者，而喺2016年嘅選舉，佢居然真係擊敗咗希拉里，成為咗美國總統。嗰一晚，全世界好多媒體都震驚咗。特朗普做咗總統後，白宮幾乎日日都有新聞。佢非常喜歡用推特發文，有時凌晨都會突然留言。唔少人每日起身第一樣嘢就係睇下特朗普又講咗啲乜嘢。佢嘅支持者認為佢夠直接咁挑戰傳統，以美國利益為先。但係反對者就認為佢太情緒化，經常製造爭議，喜歡挑起對立。結果，特朗普成為美國史上最具爭議性嘅總統之一。但同時，佢亦可能係最懂利用媒體嘅總統。有趣嘅係，無論發生乜嘢事，特朗普總可以成為新聞主角。即使離開白宮後，佢依然長期霸佔頭條。官司、選舉、演講、社交媒體，你可能討厭佢，亦可能支持佢，但好難完全忽視佢。呢個就正正係特朗普最強嘅地方。響呢個注意力就係金錢嘅年代，特朗普可以講係一位流量天才。點解特朗普可以改變美國政治？特朗普真正改變嘅唔單止係共和黨，佢改變咗整個美國政治文化。以前政客只係講求正式、冷靜、專業，但特朗普證明咗一件事：娛樂性其實都可以成為政治武器。佢懂得製造話題，懂得刺激情緒，懂得利用媒體。有啲人甚至認為，特朗普其實更似一個超級網紅，而唔係政治人物。特朗普嘅人生就好似一部長篇真人 show， 由富二代、地產商、電視明星，再到美國總統，每一步都充滿戲劇性。有人欣賞佢嘅自信同霸氣，有人討厭佢嘅高調同爭議。但無論立場如何，特朗普已經成為21世紀最具代表性嘅人物之一。而佢嘅故事其實都反映咗一個現代社會現象。響今日呢個世界，懂得吸引注意力嘅人，往往就擁有巨大嘅影響力。至於特朗普未來仲會唔會再創造更多歷史？相信全世界仍然會繼續睇呢場大型真人 show。